讲到最近，台湾伫咧这2年是开始有新的飘线型圆环啊。中华县政府伫咧顶个月嘛，伫咧大川的火车头设专关头一个，往认同嘛有人袂惯势。港务处是表示，要搁加强宣导。民众车驶到圆环，却无驶离驶去对向的车道。中华大川火车头附近的三车路口，因为路况复杂，驶车动线真乱。官府顶个月伫遮设专中华关头一个标线型的圆环，希望改善交通问题。有民众认为圆环无符合用路人的惯势，颠倒到塞车。但某人表示，若有照设计路线，行起来真顺。设计一定要融入用路人的习惯，最主要的一个重点就是。从平交道要往西行的车子，他完全没有办法意识到前面就是圆环。镜头咧行是较顺啦，你有的人看袂习惯吼，会乱跑这样子。中华县公务处表示，这个三车路口原本就无青红灯，希望透过圆环的设计，让驶车路线会当更较顺。目前实施1个月，有针对地方反映的问题进行改善。参与改善计划的道安团体嘛讲，新型的圆环设计驶起来其实是比单青红灯更较紧。在圆环内，它的可以行车的宽度的部分，再各加1公尺可以提升到连缓冲区总共可以8公尺的宽度。平交道前面。环网区的范围把它加大，可以提高大家在通过这个平交道的时候，能够更注意平交道通过的一个安全性。对民众来讲，他可以直走，后来变成要绕环。他们有时候体感上会觉得他花了更久的时间通过路口，但其实整体看下来，发现其实它是更快的通过路口。道安团体表示，台湾早期的圆环并无对车的动线落去设计，所以才会感觉路线真乱，嘛交出车祸。台北市最近拍算拆掉的公馆圆环，就是一个例。台湾这1-2年才开始有新的标线型圆环出现，头2个拢是伫高雄，中华县是全台湾第3个。目前根据高雄的经验，现代新型的标线型圆环开始有减少交通事故发生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